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9月12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楚欣。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规矩做含加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国民党发起公投的联署，好友各管区支持。高雄长老社遗弃气体，市府紧急封路，但遗弃气体已经排除好势，车路也搁再开放。印度疫情世界第2严重，总统日严戒，有专家认为印度的病例数可能真紧就会超过美国。秋冬季节若到底疫情可能会搁再严，各国小镇研发疫苗要拼第一。要咱台湾如何布局？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目前咱台湾的疫情稳定，有等待疫苗落市民的本钱，言论引发质疑。陈时中说明，近期会甲疫苗全球出的机制契约，确保台湾会当买到一定数量的疫苗。专家有笑，秋冬的带来第2波疫情，全球疫苗战，台湾要怎布局？卫福部长陈时中上节目时讲到，即阵台湾疫情相对稳定，注射新冠疫苗需求无这急迫性，更加指出台湾有等的本钱，引发是不是无够积极的质疑？陈时中在日时做出澄清。近期大概也会跟他们来签约，好，那就是能够确保，就是说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平台，好，台湾能够确保我们得到分配到这样一定的疫苗的采购。然后第二个，我们国内的相关的这些疫苗的进行也都相对的顺利，我们也抱以期待。陈时中表示，紧急授权是伫后期，等万的安全性观察也无完全的时阵，用头前的实验基础、科学证据来判定是不是发度紧急来用。而即阵有甲多一寡国家洽谈，伊是讲因为伫个卖方市场需要保密。另外，外界继续关心陈时中通过疫情、食安抑个健保这3钱了后，是不是参选台北市长？伊表示了后拢唔知影，不过承认国民党蒋万安是真强的候选人。如果真的选的话，会觉得蒋万安会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吗？你把前面那个去掉，就后端蒋万安是不是一个强劲的候选人？那我认为是的。对着翠暗国家队陆续出问题，指挥中心要求翠暗爱当更硬，有药师烦恼更硬会被荒漠。但市长也表示，任何防堵方式拢可能有更较强的荒漠出现，大家用个斗阵来监控。而进前境外移入的菲律宾籍有新的发言人，新生理采检结果是阴性，囡仔无被感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关系，台湾海峡南海的局势正紧张。有立委指，中国海上民兵的船只自初九开始包围东沙岛，到达已经超过60点钟。海巡署答出来表示，这是无影。也今仔日一只美国军机飞往东沙岛的空袭，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放政治的消息。大海、南海是阵经济多变，立委讲，东沙岛对初九开始遭到中共海上民兵船只包围，经由 AIS 自动准备识别系统发现东沙岛四边拢是红点，已经持续超过60点钟，引发外界真大关心。对此，海巡署真紧澄清，东沙岛无被包围。包围东沙岛水域是没有这回事的，这3天就监控就只有6艘。共军的飞机进入我们西南空域。它的船舰也压在西南的海域上面的时候，它实质上就达成了在阻绝了台湾跟东沙的连结。东沙岛地位真重要，伊负担防堵强军舰队对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甲强军舰舰由浅海进入深海活动。立委认为，强军整合海空兵力，经由军机军舰达成高度目的，就此阻绝台湾甲东沙的连接，必须加以封闭。另外，美军 EP-31侦察机12飞经巴士海峡飞向东沙岛去，外界解读除了执行侦察任务，也对中国释放政治信息，并不是很罕见的。从很长一段时间开始，美国在这块水域里面，包括台海的周边，以及像南海的周遭的空域，它就进行例行性，还有他认为所必要性的一些侦察的举措。强军航母山东号即阵正在渤海进行训练，辽宁号航母也正去会合，双航艦会进行组合训练，更加传出双航母可能同时展开射台行动，台海两方关系会更加恶化。不过学者认为可信度无悬。而强军进前在咱西南海空域进行海空联合演习训练，在即天象山沿海又展开军演。学者分析，强军最近动作应该搁伫甲美军来比较军事实力。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近来军事作为不断，积极伫南海甲美国对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东协峰会，指美国是造成南海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大力反击，批评中国无尊重民主价值，呼吁东协国家采取行动，强调美国会支持各国对抗中国的威胁。中国最近一直有军事扩张行动，并且在南海甲美国扯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更加在东协外长峰会上指责美国是南海军事化上大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第二天也马上回击，批评中国无尊重民主价值，强调美国会支持各国共同对抗中国威胁。Beijing doesn't respect the fundamental democratic values or those enshrined in the ASEAN Charter. Today I say keep going. Don't just speak up, but act. Don't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lk over us and our people. You should have confidence that America will be here in friendship to help you. The ASEAN-US relationship has brought about mutual benefits to both sides. The U.S. role and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pea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are encouraged. 越南外长在会议上欢迎美国协助东协国家维护区域和平，长直接反击中国的讲法。美中最近对抗情势上升，互相交战也延伸到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代表批评中国抗疫无通透，爱对疫情在全球摊开负起责任。第6月则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调任联合国副代表的警爽，也搁再发挥战狼的精神，严厉批评美国的政治抹黑甲恶意指责。They are spreading political virus. They do not focusing on fighting pandemic, but trying their best to shift attention and blaming others is a shame. 警爽表示，中方敦促美国政府切实负起责任，将时间甲精力放在保障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甲性命安全，莫搁将责任撒予中国。无端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公然徛伫世界各国的对立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的大消息，高雄镇定长老社一起一款气体，市府紧急封路，市长陈其迈表示，早暗10点开始排除一起气体，但作业已经完成。车路也伫今日下晡5点搁再开放，也事故因端甲责任的研究，定着调查详细。高雄市典林区翠恒北路社会局无障碍之家附近爆发疑似外泄事件，在暗10点已经先将疑似气体以冷冰式的方式排空。在日开始，连续进行分散作业，将残留气体排出。在5点解封，好，那后续的包括说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个的状况啊，也全部都解封解除，恢复正常的交通，哈。回顾过的事件，当地民众伫案发2天前，就向当地里长反映，讲闻到真高的加速味，果然伫11下昼3点38分，消防局就测出疑似外泄，浓度一度达到8万 ppm。消防局甲环保局长拢陆续赶到现场，下昼4点20分，疏散管线的花温程度排空疑似管线。4点57分到5点50分，高雄副市长林庆莹甲市长陈其迈也先后来到现场。这个消防局要检讨啦，吼，离这个过程，吼，这个互大家较方便，吼，这甲大家回息咧。陈其迈公开对媒体回息咧，因为事发时间伫下昼3点38分，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却伫尾仔5点半才自行现岗，引起外界质疑。市府敢是调故意暗砍封锁媒体消息？这很恐慌哦，不是恐慌呀，很恐慌哦。上次那个事情很严重的，那个规条街啊一直崩落下去。就惊高雄起爆事件再度发生，市府除了紧急撤离附近挖近100位的无障碍之家住户，也紧急封闭附近300公尺的路段。无障碍之家主任表示，目前因安全的状况拢也良好，下礼拜一下看安全的情形了后，刷回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昨晚有一个民众去苗栗通宵爬山，这名民众伫山顶操作点空中翕相的机器，因为机器坠落山卡，民众冒险去捡，却无细日搬落山谷。警察人员搜救一暝，伫今仔日才找到这名民众，不过人已经不幸。部落坎的细坑查甫人，警察11月暗暝搜寻无结果，12早起7点多，伫当地民众的带领，发现细坑查甫人的身躯。你下去看人怎样？还有看到的就没有动静。
因为地势惊地质，嗰是喙石仔步，警消毋敢大意，做好确保工作，正加落去救人。57岁姓康的查甫人被救起来送医，宣告不治。白神直接上，白神直接上。大约超80度左右，而且都是一些碎石坡，而且有一些断来垂直面的部分，所以说那个搜救人员要下去很不容易啊，很容易滑倒。家属表示，在下昼红阿堡2个人到苗栗通宵顶埔山区佚佗，红在操作空飞机翕新兴公路美景的时阵，空飞机发生摔落来意外，红在冒险气球却无顺利落落80公尺深的山坎，加后等未着红在因性紧急报警，也毋过已经没赴啊。他手机是交给太太要下去整空拍机的，那他太太是从那边，我们昨天从那边开始找，结果不是，他应该是从这里峭壁比较陡。为了获胜的人有法可循，2020年3月31上路施行的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明确规范，袂当伫禁航区飞行，涵管120公尺以下，也需要远离高速公路、铁轨路甲建筑物30公尺，袂当伫人群组织的顶边飞行。空飞机重量250公尺以上都要注册，2公斤以上要考照。法人无论重量偌济，拢爱考照，只会当伫日时操作，操作的人袂当啉酒。警消也呼吁民众，除了爱遵守法规，空飞机一旦摔落伫危险区域，毋通冒险去扣，以免发生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际蒜头起草受疫情冲击，致使咱国今年进口量大减少。也本土的蒜头产量也降低，造成国内蒜头的价销1公斤上无爱300块。蒜头直直起价，敢有牵涉搬上大量囤货来压关价销？这站要过来调查。也蒜头的价销当时才会当稳定，农委会表示，就要看进口的蒜头敢通符合检疫，顺利通关。来到位于云林好买这间蒜头业者的仓库，因看到货架顶面贴满一包一包的蒜头。云林调查站接到线报，在下晡会同农业署来行政稽查，总共查到150吨蒜头，也有销破的资料。由最近蒜头价销是一直起价，是不是牵涉搬上大量囤货，还碰价情形，需要进一步来调查。案件也未立案，而云林县政府也希望检调应该查清楚。那如果是有刻意囤积这样的情形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的哈。那我们希望就是查明真相不要去污蔑所有的这些农民哈。不过，这动作也引发立委苏迪芬伫面册顶面批评，伊讲往年囤货拢是100万斤以上。这仓库敢若放25万斤，根本无算多。这期背后有铁工伫甲扩大。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车站出席活动时，表示已经有8个进口蒜头货柜顺利入关，最近的价销应该会慢慢稳定。只是12伫菜市场的零售价销，蒜头永远无俗，也是有起价。你刚刚好回稳啊，这价销？哪有啊？今天比昨天高嘞。上个礼拜的价钱，你看上个礼拜的价钱还更低嘞。那消费者会抱怨吗？还是什么？没有几个人敢下手。买半斤，买1斤，现在都会买几颗就好了，5、6颗，用完再买。最近因为对埃及、西班牙这国家进口蒜头带头无符合检疫标准，无法度输入。农委会表示，已经做拜甲产地迄边来参详，渴望解决问题，疏解国内欠蒜头压力。即阵进口蒜头陆续入来若是会使稳定供应，就使互蒜头价销落来。至于价销什么时阵会使回稳，农委会表示也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发起公投的联署，叫做台湾进口含正肉种的美国猪肉，针对这站，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市长黄伟德表示尊重，也希望政府在未来会当公开资讯，让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捍卫台湾猪，捍卫台湾猪，来猪不要来，来猪不要来。记者300种美猪进口来台，国民党发起公投联署，美猪上台各县市集合反对力量。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前总统马英九在日同齐出席第1周的联署活动。两个人除了签署联署书，江启臣搁较送内底卖来的电话。马英九指出，美猪为了拍伫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市场，美猪有达6成无使用300种，蔡总统却选择有300种的美猪进口。197个国家有160个都不用瘦肉精了，占到81%。蔡总统上任以来，他决策的模式呢，就是8个字：一党专政，一人独裁。
批评蔡政府毋但无了解国际情势，也违背台湾民意。毋但伫北部国民党高雄市东部，第二长陈德贤也带领几啊位国民党议员响应公投联署，同时也公开呼吁高雄市民同齐参与联署。有一句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都不敢吃的美猪，你居然要进口，让我们那么多的百姓来食用。进口莱克多巴胺美猪的部分，事实上目前的流传在市面上的讯息是偏颇而不中性的，有更多的这个讨论，跟公开资讯，譬如说公听，譬如说讨论，我们觉得这都应该做的。身为执政党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对美地议题进行公投，伊表示尊重人民行使投票权利，希望政府未来会当有更加侪讨论甲公开资讯，让消费者拢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预防去年9月12日，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楼受恐怖攻击，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这件事件到今年满19天，纪念仪式伫美国时间10日举行。总统川、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拢有出席活动，对象受难者。911恐怖攻击19周年的纪念仪式，美国时间11日在纽约举行。今年拄到新冠病毒疫情，规模比往年缩小。这边11个代表民主党参选白宫宝座的拜登，甲伊家后吉尔斗阵出席。离到场的也有前纽约市长彭博。恐怖攻击发生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有出现。伫典礼现场，拜登拄到美国副总统潘斯，两人合手骨来代替握手。由已经过身的盖达恐怖组织领导人宾拉登所策动的911恐怖攻击，造成将近3000人罹难。尽管一日19年就过去，不过罹难者家属失去亲人的伤痛，到这阵依然无倒来平息。Daddy, not a day goes by where we don't think of you. We miss you and we love you. Although 19 years have passed, there isn't a day that goes by without a thought of you. My heart has been broken.And it will never be healed. 911迄天遭到第三只客机撞到，造成184人罹难的五角大楼，也在11举行追思典礼。离拜登结束纽约行程了后，转往宾州的尚克斯维尔，也就是911迄天第4只遭到劫持的客机，联航93号班机落来所在，来出席追思仪式。当时，这班机顶面的40名乘客甲机组员合力制服4名劫机犯，造成客机最后落来。若无这架客机，可能直接去弄到白宫。离白宫11日举行纪念仪式，川普是伫赶往尚克斯维尔空军1号专机顶面举行默哀。Today we pay tribute to their sacrifice, and we mourn deeply for the nearly 3,000 precious and beautiful souls who were taken from us.On September 11th, 2001. 911恐怖攻击，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唔但改变美国近代史，也改变全球反恐布局。尽管宾拉登已经在2011年的5月互美军拍死，不过对着经历这摆事件的人来讲，无论搁再过偌久的时间，拢无法度来抹平心中的悲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武汉肺炎病例逼近2850万宗，超过91万人致病死亡。印度这国病例数超过80，疫情正做世界第2严重。印度新病例一日增加9万多宗，疫情日日严戒。有专家认为，印度的病例数可能真紧就会超过美国，正做世界疫情上界接来的国家。印度是全球第2大新冠病毒确诊国。12通报超过9.7万例确诊，也让印度总确诊数突破465万，再加上1201人不治死亡，也让总被告人数超过7.7万人。虽然这波疫情已经在全球侵蚀挖近8个月，印度也为3月底都进行封城，不过印度也是有真侪农村居民对这场疫情完全无了解。印度的医疗团队到今嘛才下乡对民众进行防疫宣导工作。कोविड-19 बोल के खेड़ी में कुछ सब लोगों को पता नहीं है इसका। सिटी में तो सब लोग समझ जाते हैं, लेकिन हमारा गांव वाले में तो उनको मालूम ही नहीं रहते हैं。印度是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增加速度上紧的国家，而且已经连续2天单日确诊突破9万例。
敢若经济大城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斯特拉邦，都有100万人确诊，外3万人病故。疫情也为原本的大城市拖到农村地区，这也是印度政府上烦恼的情况。有专家认为，就算是印度目前逐工的体检能量会当达到100万人次，也毋过实际确诊数恐惊会更较悬，上紧可能到9月底，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上大的确诊国。It'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numbers that are coming and by these the weight spreading and by the weight testing is improving. India would be at the top level for this by end of September or early October.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顶日伫印度医学研究杂志发表的肺清检测报告显示，今年5月，印度可能都已经有超过640万人胃着新冠病毒。随着印度为了降低经济冲击，陆续重启经济活动，目前恐惊也毋是印度疫情上严重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两岸的变化，国民党派前立法议长王金平带团去厦门出席海峡论坛集赞。中国官方媒体用实质目的是要救和，引起议论。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两岸若果唔沟通，处境危险。不过党主席江启臣是大力批评勇士的言论，表示完全无法度接受。针对台海两岸对立局势议题提升，国民党要派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带团去厦门出席海峡论坛，却互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讲目的是救和，引起议论。前总统马英九认为两岸阁无沟通非常危险。两岸现在完全没有沟通，如果能够有王院长率领的代表团去参加两岸论坛的话，我觉得是个好事情。马英九赞同王金平带团参加论坛，也毋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对向中国求和的讲法表达强烈的不满，对咧要求中国相关单位处理，也爱公开向王金平甲国民党道歉。这摆面对镜头态度坚决，表示两岸交流并不就成求和，完全无法度接受。是交流，不是求和，追求和平追求和平是我们参加相关的论坛我们最大的一个目的。求和风波影响国民党城区，地区党内也出现取消的声音。国民党团总调林为洲伫面册批评，既然对华正良无友善，海峡论坛不如卖见，若无就早国机器。批评无中华民国都无求治共识，互外界关注那样敢是改变心意取消参加论坛。我们参加海峡论坛是为了交流，不是为参加而参加。江启臣无将话公示，另外央视摕到影片了后，中国国台办新会海峡论坛的主办单位态度放冷，强调欢迎王金平带团出席，两岸拢是一家人，想要平息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才开幕，代表人事的风波。台北市长郭文地表示，北流内部有家己的运作，市府应尽监督的责任。也针对精湛基础建设的经费所减积赞，郭文地大力批评，无将有限的公共资源分配妥当。大家有怀念我吗？口气轻松，主动甲媒体拍招呼。最近较反常，连续5天无接受媒体访问的台北市长郭文天，在哩参加西门商区活动。对9月初才开幕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疑似有人事斗争。董事长黄文玲在最近的临时董事会提出执行长赔几块的改制案，经过出席的11位董事全数通过。北流发出声明，强调赔几块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圆满结束。由于专业无符合未来发展需求，所以通过改聘案。郭文铁讲，事先已经有知影这项人事案。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它是一个行政法人机构的，而且是董事长制，所以基本上市政府还是会监督的责任，但实际运作还是他们北部流行音乐中心自己在处理的。二无接受访问期间，面册就是郭文铁发声的方式。进行郭文铁发文批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经费缩减，考试中央紧急大动啊，无甲有限的公共资源好好分配。又前瞻2.0计划中大减开刀建设经费。新北市长侯友宜12日搁再向中央发话。新北市在这个轨道建设能够架起大台北的廊道，让整个大台北能够发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建设，不是只有新北，是大台北未来的发展。拜托中央给我们满满的支持。侯友宜表示，近年来新北市开刀建设真多，预估每年爱开200亿左右，加上原来预算，让新北市负担真重，希望中央给予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目前气象局对新北基隆发布大水后的特报，尤其3支雨水已经上超过200米，中南部、东部也发大雨的特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 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这边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Only when you pedal the bicycle, you will see your favorite movie. Once you stop to pedal, the movie will stop as well. So we encourage you to do the sport activity. 拄到一寡病人哦，伊就是无啥想要动，因为伊受伤了，也是有疾病了，伊就是心情做无好做郁做。咱就来想一寡方法，来提高伊的动机啊。9月12日，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见面啊，我是元啊。咱今仔日要绍介是会互人这上、遐上的白琴。白琴是日语的外来语，写做母爱白可应琴。白是表示外来语的第9调，琴第2调。 白琴通常伫较温暖、较湿的所在较多，尤其是伫天气较烧热的时阵。只要是定定湿湿、搁烧热的环境，就是真适合白琴生长的所在啊！乌生，今日甲我白上啦，我着香港卡啦。这上的。 若是日日到暗，拢甲尾仔穿条条，翕伫袂通风的鞋仔内底，就真够得到香港卡。台湾的天气真烧热，真侪人拢会得到这款病。这无啥啦，只要照先生的吩咐落去食药啊、抹药啊，就无代志啊。啊，若白菌去为着指甲，指甲会变高，湿地会变甲落落，佫会有歹味。一般咱就甲叫做 臭甲，若阵白粉去为着头壳、身躯的皮肤，就会引起头癣还是皮癣。咬老寒的人，皮肤会有一笪一笪白白，这叫做白癣。互白粉感染到的所在，定会痒，有时佫有小可疼疼，所以患者会一直去咬。不过一直咬是无法度止痒的。 甚至佫会扭皮，皮肤会裂开，有时佫会发细粒的水珠啊。白菌
产生的病症，虽讲大部分拢唔是严重的大病，不过得到嘛是真艰苦、真无爽快。若去画到，就紧去互医生看哦。6. 白芩、香港卡、草甲、白蘚、豆皮、皮肤病、水珠。热天若是流真济汗吼，就赶紧洗好清气，7号大会当避免白菌的感染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